今年军工教要调薪水是要起4%，不过工会团体认为讲，真侪国营事业虽然无对咧调整，地属民间企业这边劳工的薪水也拢无变动，还有国营企业也应该甲军工教同款，薪水就起4%。成长下下叫，经济成长下下叫，罗岗上岗妈妈好，罗岗上岗妈妈好。今年军工教精员调薪起4%，但这月预算审议通过了后，就要来实施。不过工会团体指出，真侪国营企业调薪又搁伫咧观望，地属民间企业也无对咧行。册六个日头的产业总工会伫行政院门口召开记者会，呼吁中央应该决定调薪机制达到4%，嘛要求基本工资要起到3万块。去年我们的那个经济成长也达到6.09%，那渴望今年还会以比照这样的一个水平在走。通货的膨胀这样的那么严重，到外面去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，只有我们的劳工跟我们的国营事业还没有做调整。先把我们的国营事业调整到跟军公教一样4%，然后来带动民间企业。政府也说我们现在少子化，结果你的起薪没有3万，没有3万，我怎么养家庭？王祖凯讲，伊嘛伫国营企业食头路，是做阿里山新林铁路的维护甲保养。这份工课已经做7年啊，薪水只有29000块。最近的新进人员起薪嘛26000块尔，实在是伤过低。针对这个诉求，行政院嘛出面提出回应。中央政府总预算通过之后，然后人事总处的话，他就询问给经济部，说公文也要调整4%了。他们拿到这个公文之后，就会询问给国营事业，请他们尽量比照办理。行政院表示会整理意见，过来讨论，估计伫3月份就有国营事业调薪的消息。针对民营事业调薪的部分，因敢若表达讲看法是乐观的。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。